台南市政府表示，今年的跨年晚会卡司的阵容坚强，唔但有台湾的歌手，还有外籍艺人，包括日本时尚流行教主卡莉怪妞、韩流女神金世正，加韩国新生代男团 Very Very， 拢来到台南。市府嘛特别准备台南有名的美食加小吃来迎接贵宾。除了传统的小吃以外，它很多有一些是这个米其林的必比登的餐厅所做出来的这个美食。那明天在演唱会的现场，我们也会提供这个元气加油站一些这个小点心给这些表演的艺人，因为他们明天的表演时间很长，从下午6点一直到半夜1点钟，是跨年7小时。连续不断电的表演，因此呢，我相信体力消耗也是非常大。虽然每个人就只表演一部分，但是准备要很久。所谓台上1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因此呢，要给他们最好的这个体力补充。我们也准备很好的元气满满的充电站，希望他们喜欢。其中有日本时尚流行教主称号的卡莉怪妞，因为今年拄结婚，这届是结婚后首次到海外来演唱。市长为感谢伊陪伴台南来跨年，嘛特别递赠喜气的提拿伴手礼。谢谢。那因为我们这几样大家就是看到，我们台南芝麻的产量最多，蜂蜜的产量最多，还有很多好吃的蜜饯，还有这些礼都是很丰厚的结婚礼，送给最好的日本朋友卡莉怪妞贤伉俪。这刷还有韩国新世代男团 Very Very， 加韩流女神金世正。嘛拢到台南，市府嘛特别为每一位团员精心准备无同的礼物，让所有的团员超级感动。欢迎我们4位最年轻的好朋友那我们 Very Very 在韩国是属于新锐的这个团体，年纪很轻，但是都很帅。这是台南的黑糖，希望其实正喜欢甜甜蜜蜜的，还有台南的啤酒400年的啤酒，希望演出之余有空能够喝点小酒，这个放松一下。因为台南是有名的美食之都，市长黄伟提把握机会，准备米其林指南必比登推荐的台南美食小吃，甲台南的农特产伴手礼、当季的水果，提供艺人来品尝，和韩流女神金世正加 Very Very 的团员。拢比起大头母讲好吃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很好吃。